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闻界，我是阿面陈伟民，继续来关心这个花莲清水崩坑这回严重的这个车败马事故啦咱看到讲这阵义祥工程负责人李义祥到底有好话讲老实话无？但是咱看到讲这个运安会调查起来真正是一个拆破因的这个白贼啦另外咱嘛讲到这回事故这个所在在进行的就是这铁基路边边坎。改善的这个工程，照理讲起来代替咧执行着铁路行车安全这个改善的6档计划发生这么大的这个意外咱讲虽然伊是安尼一个发包出去但是伊系统性的这个失灵，咱等下好好过来检讨啦另外嘛看到讲除了咱看到这个林佳龙这个交通部长讲要来化事啦总统蔡英文今日嘛讲到改革这个代替就要即时开始啦，但是咱嘛看到讲工会则嘛讲会好好来去监督啦咱即阵嘛个回过头来讲这个李义祥啦真正是白贼一直咧讲啦头起先咧伊讲这个年假期间清明，咱嘛看到讲代替有真侪种资料讲迄当阵咱讲4月初2下晡啦4月初1下晡开始甲这个4月初6拢爱暂停来时间啦因为咱讲清明年假这个车来车往的这个部分非常的多，但是伊根本就无啦咱看到讲这运安会初步调查起来是讲看到工程车内底。这个态度真正是载真济啦另外咧咱讲这个除了工程车以外，还有这个怪手吊车啦唔是干那一台车，唔是干那伊一个人咧作业啦伊讲本地只顺工地尔，但是咱嘛等下好好讲着即这个咱讲这个链有啥物意义啦伊要创啥啦另外伊讲伊有甲这个事故的这个车辆由这个手段啊叫好势，但是咧咱嘛看到讲尾手运安会去甲调查起来，严正是有叮当的过弯卡伫这个树才点这个冻点尾手卡伫咧这个边坎遮落伫咧这个铁基路尾手咱才看到讲火车头对头安尼甲弄起来，但是咱嘛看到讲这1分钟的这个时间了后这个火车真正事故安尼头对头弄过了后，咱讲这个司机员真正是真认真咧打动为着咱讲保全这个规台列车的人这个性命，但是尾手这个李义祥伊到底有卡这个警察人员也好，消防人员也好，拢总无啦伊第一时间联络是其他的这个工程这个人员但是咱规个整体，佮好好来检视一遍这回这么大这个事故50个人这个死亡，200外伤咱都要好好系统性的来检讨一下，佮做回来看。首先来邀请节目顶3位来宾，第一位来邀请台北市土木技术工会理事长曾俊伟。主持人好，大家好。第二位来邀请新北市土木技术工会理事罗建宏。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罗建宏。第三位来邀请时代力量党团主任罗家伦。主持人好，大家晚安，大家好。是啦，经过少年线这个抢救啦，咱看到真侪受伤这个人员已经豆豆咧康复，但是这个过身的人有的已经是火化啦另外，咱讲到这个车体这个部分总算上严重这第8节这个部分已经伫这个今日的时阵，拢总该拖离开遮啦上惨的这个部分，咱先做来看。工作人员连暝挂工伫柴油车头甲怪手的帮助之下，死伤上严重的第8节车厢，车拉暗时11点外为清水崩坑游出来。工程人员将第8节车厢拖走，因看到往花莲方向的车头被卸一大半，车体外口拢是车痕迹，玻璃窗碎糊糊，是这摆事故当中受损上严重的车厢。经过强烈冲浪各地，第8节车厢已经正做一大弯的废铁。工程人员切割崩坑壁的边角，将吞落来跨过个车厢甲零件拖出来。暗时将近11点，交通部长林佳龙要到现场，甲工程人员讨论拖地甲清坑崩坑的进度。所以会用2礼拜时间，确认崩坑结构安全，相信伫4月20才能通车。记者综合报道。是啊，伫顶回咱第一个问题就先请教这个曾
这个理事长，咱过去讲吼，这个时间期间啥要停落来吼，但是咱看一个突破伊的这个白贼话啦吼，年假期间吼，唔那吼继续来去施工吼，尤其唔是干那一台车啦吼，一个人的作业是规个这个咱讲吼整个，过来这个吊车伫遮吼，啊，佫有出个怪手啦吼，有人讲吼，这个落咧这个坎卡内底吼，尾啊吼，真正影响到吼规个这个整个这个救援啊，但是伊事后并无来去卡吼任何这个警消这个电话吼，第一时间其实拄到这款的代志，伊爱联络上咧。一般咱的工地哈，伊拢在内底伊的组织内底拢有紧急联络系统。是，伊紧急联络系统哈，不管是咱的施工计划，还是讲咱劳安计划内底，伊有组织表。比方说啊，咱即摆现场无拄好有啥物物件连落，还是有啥物公安哈出问题的时阵哈，伊爱随卡电话哈，有往未发生的人看到啊，要哪卡到，要卡在倒，哈，要卡在代替，还是要卡在倒？这下拢有训练啦，咱这大的工程，咱一定哈有公安的训练哈，咱嘛有咱召开就这协议组织，咱讲一寡分包商各方面有协议组织，所以讲伊这哈规个咱这整个通报系统出代志了，其实伊无照咱一般咱 SOP 的正常程序来行。是，伊可能你讲哇，啊这车无多联络的时阵啊，因为咱即摆看咱这通联慢慢运安会伊调查出来，是，好，就这物件的关键点，敢若即摆慢慢出来。即摆我知影讲，哇，看起来敢若讲伊咧做吊车，搁架引擎，咱启动，哈，啊，即摆较落落咱的边坡，是，其实这敢若过程中，咱大家敢若拢知影即个状况哈，啊，奇怪，即个。发生这大的代志，那家己搁尾啊，搁要紧去紧急咱去通报。是，咱想如讲哈，咱即摆现场，准若讲有即个物件，咱一般咱的想法来讲，会紧一个人紧落下骹，紧淡薄火车要来的时阵哈，但边仔的时阵哈，会刹。其实咱的代替的迄个咱讲的驾驶哈，伊拢有训练过。准若头前因会注意看，头前准若有人咧按物件的时阵，伊就知影讲啊，头前有啥物代志发生啊。是。这一连串的咱讲的失误哈、失误，这实在是哈不应该啦。是啦吼，有影咱嘛看到讲吼，其实吼有人有一个讲法，就是讲吼，这个工程车吼，引进咧起振动的这个时阵，过弯卡伫这树仔边，边啊，佫有一台这个怪手啦吼，伫遐吼，尾手才好地书，咱讲吼，除落去这个铁轨咯吼，这是有另外一种这个讲法，但是咱嘛是爱等这个运安会初步这个另外这个调查吼。昨咱嘛有看到讲吼，运安会这个影片出来吼，真正是真惊人，尤其咱看到讲吼，自这个好人崩坑一个出吼，一个弯吼，就是看到这个工程车，但是要打动真正袂赴，伊这个反应时间无到8秒6秒这个部分吼。另外咱讲吼，这个反应这个部分真正爱考验到这个咱讲这个司机员伊尾手嘛真正真要紧的打动保护咱讲专列车这个部分这个影片嘛先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核能隧道从在里面出来泰罗国河数控八车处初日开往清水泵坑，这时阵有一台工程车出现伫铁轨路正边，当下被富有直接撞到，厝310公尺才停落来，夺走50人的性命。运安会公布关键画面，也指出工程车出入去铁轨路了后，离动的地点只有1分钟。它滑到铁轨上去的时候，离我们太鲁阁号撞到它的时间还有多久？其实就是1分多钟。列车伫9点28分38点5秒驶出河前泵坑南边出口，9点28 43点6秒，紧急检证记录出现9点18分45点5秒，列车拢工程车反应过程无到7秒，倒出一半拢泵坑口。运安会指出，列车迄个时阵是时速115公里，无超过限速130公里。弄的时阵时速停伫111公里，代表司机员已经尽上大努力，想要游动避免意外。APP 开始产生错误讯号，那代表什么？有一些系统坏掉了。它开始有一些系统坏掉了，那代表它前面已经开始产生刹车了。刹车只有2844到47 ，No before that。外界关心肇事的工程车是否经过运安会长也监视器画面表示，工地不止一台工程车8点49分，工程车搁载真侪车辆进入现场。其实在现场不止一辆车子，在这个作业当中，工程车这辆有吊臂的只是其中一部，所以当天并不是一个完全
没有其他人员跟车辆的状态。是不是威力是不是造成事故的主因之一？杨宏志表示，目前也无到分析阶段，但资料齐全了后，会有完整的调查报告，佮向外界说明。记者综合报道。是啊，咱一个先来还原一下啦吼，咱看到讲吼，本地这个工程车吼，先伫这个坎顶啦吼，啊坎顶尾啊啦吼，有人讲吼，伊是过弯的时阵卡掉这个树仔长遮啦吼，啊有人讲吼，再有一个吼，这个工作人员这个休困的这个伫个铁厝伫个，啊第三个地点、第四个地点吼，工程车因讲动点的时阵无记录啦吼，啊有人讲吼，伊当阵有揪这个手动啊，啊嘛有人讲吼，怀疑讲伊是毋是看到讲卡伫这个树仔的时阵，甲吼这个动点的时阵，甲迄个咱讲吼这个监视器啦吼，有当时啊就随着迄个咱讲吼火，咱讲无严禁、无动力啊，所以嘛关起来，所以咱看到遮无这个吼无记录的这个资料啦吼，所以伊这运安会是用推敲吼出来这个位置3、位置4啦吼，啊尾手就跋到这个坎卡内底，咱头拄嘛讲到吼，相对上安尼弄过啦吼，咱继续请教这个罗律师啦吼，咱看到这个部分，咱看到本早会当预防啊，有人讲第二个这个部分的时阵，有人讲啊怪手只一直卡有可能要甲救起来，但是这嘛是可能是一个事故的这原因，怎样看咧？以昨暝运安会所出来即个报告内底吼，特别去讲到讲有可能的迄个车辆吼，伊伫咧经过的过程内底吼，即仔确定的是1号甲2号吼是会当确定，就是讲伊的货车吼是真正是有停伫迄个所在的。啊，当然1号甲2号即个过程内底，大家都要去会怀疑讲，啥咯伊即个车会停伫即个1号甲2号即两个位置内底啦吼。啊，这当然嘛会当个对运安会伊所公布的一个影片吼，伫咧街路街头吼，伫咧花莲市区内底有一个影片，就讲到讲。伊即个货车吼满载量一大堆的轮胎吼，伫咧迄个市区咧行驶，到后尾到9点外的时阵，进入去到即个工地内底吼。啊，像咱有即个轮胎即个功能吼，你着爱大家当去看即个代志啦，就是这是咱们运安会公布的报告内底一个空拍图吼，即个白色的即个吼，即仔就是停这消防车辆即个所位置吼，就是即个伊。即咱咧做迄个叫边坡整治工程，叫明隧道工程吼。即个面顶这白白即个涂骹面吼，叫做就是明隧道的顶板啦吼。伊这顶板做完了后，其实面顶爱看即个轮胎吼，看完就像即个工程吼。这是阮另外一个工程的实际伊的状况，就是伊未来就是要做安尼，就轮胎一站一站甲吞起哩，吞起了带吼内底即个链内底空吼，伊会用刷去甲回填，回填了后到上表面的时阵，叫一寡草啊，吼做一寡滋生绿化。主要工程的目的是安尼，啊，所以咧，伊就是为着要做即个工程的过程内底，所以有去载迄个链啊。好啊，所以有个人大家就怀疑讲，像咱即个工地本来就是做一个边坡整治啊，像咱有需要遮尔济迄个轮胎伫咧工地哦，伊主要就是讲，伊的目的就是未来要做是安尼，啊，做是伊要做即个安尼的时阵过程内底，所以去塞迄个货车去载物件。啊，当然即仔伊载即个物件了后咧，像咱伊停伫遐1号甲2号，因为1号甲2号边有一个怪手，是，哦，所以伊一般工程咧时间过程内底，伊即个货车载了链啊到现场了后，伊无可能用一个人工的方式一个链啊去扛啦，所以。即个怪手吼，合理的怀疑就是讲，伊可能是协助伫咧迄个链啊，要甲扛我涂骹面的时阵的一个过程啊，时间过程。啊，当然即个代志伫咧咱的运安会报告内底，其实嘛已经初步去判断讲，伊是伫咧过咧做工程的过程，吼，毋是讲伊像当初讲的讲啊，我是伫咧巡工地吼，其实毋遐尼单纯的代志。有影吼，毋是干咱这个巡工地啦吼，咱嘛看到讲吼，伊载遮尔啊济太呀吼，就是这个链啊吼，有伊的这个用意啦吼，就是咱讲吼，这个边啊，这种甲砍无掉啦吼，咱讲吼，互伊会当吼，若是有这个土石流啊，是讲吼，这个落石帮石吼，伊会当做一个吼，所边的这个空间，互伊吼有当存救啦吼。另外，咱过来回过头啦吼，这个工地吼，这是施工的这个状态，咱头拄讲到啦吼。另外，咱讲工程车吼，落到这个铁轨路，敢若1分钟的时阵啦吼，咱吼真正反应吼，真正吼无法度去
做另外这个部分的这个处理方式啦吼。另外咱讲有的人讲吼，这个头路股这个书记员，你的这个责任都要来承担吼。但是咱头拄嘛讲到吼，正常这个时速是125公里啦吼，啊书记员吼，看到这工程车这反应时间，敢若这个7秒啦吼，已经真棒啊吼。所以咱讲打动啊吼，这个时间敢若4秒，无法度挽回啦吼，啊嘛摆拄着这个书记员的这个责任。有人讲咧，这个工程车吼改装毋是这个原厂的这个认可的这个档啊这个系统啦吼。文化会嘛表示讲吼，发现工程车有改装这个手动啊这个系统吼嘛，这个毋是原厂所认可的这个系统啦吼。啊有的人讲吼，这个主因是毋是无这个吼，咱讲吼护栏啦吼，啊是毋是护栏毋是这个事故的这个主因，啊未进入到分析的这个阶段吼，目前也无法度恢复这个问题吼，这是咱看到文安会初步的这个部分吼。但是咱嘛看到讲吼，交通部即阵是针对着相关的这报告，啊对这厂商，咱讲利益上这部分的这法律责任吼，伫咧民事方面啊，因为咱讲吼这个工程承包商是这个东升营造啦吼，这个分包商是这个义祥工业社啦吼，啊工地主任就是这个利益上啦吼。咱嘛看到讲工程车这车主嘛是这义祥这个工业社哈，驾驶人就是伊本人吼，所以代替者讲吼，会依照民法规定，甲契约这个约定吼，咱讲吼，甲这个东升营造义祥工业社，甲这个理想要请求损害赔偿吼，即阵金额吼，恐惊会破10亿啦吼。但是咱讲一层发包出去，这个代替的责任到底伫倒？咱继续来请教罗主任。其实咱今日这是。今日吼，咱交通部伫交通委员会的报告，我内底将伊一下现出来，就是伊顶悬讲，伊义祥工业社是分包商，是。毋过咱就会看到讲现场的时间牌部分呢，你会看到讲，伊顶悬所有的电话，市内的电话拢是义祥工业社的电话，李义祥的名嘛伫遮，你讲代替讲会毋知影讲，即个李义祥伊是另外一间工程社，工程社还是营造商的头家吗？是，伊应该爱知影为虾米咧？因为伊李义祥的另外一间公司嘛有包括咱代替做侪工程的，所以你讲代替甲交通部要讲，伊是一个分包的厂商啦，嘛不要紧。咱来看伊的契约书，代替甲即个东升伫即个工程的契约顶悬，有写一句叫做：厂商伊也分包出去吼，伊机关会用去调查，即个厂商是毋是会用分包啦？伊是讲会使，会用做，毋会用做，毋免做拢会使。是。毋过即个时阵咱就爱倒来想讲，你代替到底是有做无 ？OK。你若有做，你就会知影讲，即间厂商敢会用来分包？也是你若是无做咧？是。你无做，其实这嘛讲倒转来，规个你代替伫即个事故内底，伊的责任到底是啥？对阮来看，绝对毋是甲讲这厂商，不管是施工的东升，还是即个李义祥，还是咱甘做的联合大地，因的责任尔，因拢有责任。毋过你代替本身嘛有责任，因为铁路法内底有规定讲，你代替爱保护你家己的铁基路的安全。是。所以咱等来看伊的契约书内底嘛有另外一个，伊的契约书内底有讲，为着要来保护伊这个工地伫铁基路边啊嘛，所以伊代替家己嘛有想到，我铁基路的安全最重要的，所以有一寡规定，伊顶悬规定安怎写？伊写讲，咱的厂商咧施工的时阵啊，爱注意啥物代志，注意啥物代志，注意啥物代志，甘做的厂商嘛爱来注意啥物代志。遮嘛有讲，伊施工的时阵爱有啥物人员伫现场。比如讲，你也有一寡重机具要入去现场的时阵，爱安怎指挥来安怎做？其实因拢有想到。倒来讲，拄仔咱理事讲的，遐个链仔是要来放伫遐咧保护咱个隧道的安全嘛。为着防止落石落来的时阵去损伤到迄隧道。你就会想到讲，伫铁基路边仔会叮当的物件，咱爱去遐防止讲伊落落去铁基路啊。你遐个链仔。放伫遐个链仔，放伫遐个是毋是嘛会落链仔，都有遐个车是毋是嘛是会叮当的？是。为虾米会无去想到讲，因若有一个迄个摔角叉的时阵，
就嘛是会落落去。共款嘛是会出代志啦。对啊，所以代替伫首先。伊爱去想到这个代志才对啊。是啦吼，咱嘛看到讲吼，有人咧讲，这个交通啊，遮吼过去吼，规个帮山内好利家在有这个司机员先看到，但是咱讲吼边啊吼周边这个铁路咧行遮风险伫倒位，这个代替敢真正拢有看到吼。咱嘛讲到伫咧2018年的时阵吼，这个普悠玛，咱讲吼这个吼事故的时阵吼，18人死亡。迄当中有人讲吼，代替就是讲吼，甲责任拢撒互这个司机员超速啦吼。啊，这回好利家在，咱看到讲吼 ATP 也好。也是讲这个行车记录器还咱讲行一个，咱讲这个司机员吼一个公道啦吼，啊嘛讲到伊真正真尽心啦吼，咱看到讲吼弄到进前7秒吼，伊自这个后人崩坑出来啦吼，啊过一个弯吼，才看到讲吼，这个落伫铁骑路顶的这个工程车吼，第二个时间吼，差不多是9点28分43秒落的这个部分啊，咱看到讲吼，这个系统已经记录出现中讲吼，已经会当看到吼，这个落落这个工程车啦吼，另外弄到这1点5秒进前9分。这个9点28分44秒的时阵吼，经记到这个 ATP 显示着讲吼时速是126啦吼，啊继续咧打动啊。另外第4个部分吼，咱看弄到0.5秒进前吼，列车时速，咱讲本地会当开130，已经来到这个126，但是也是挡袂住啦吼。所以咱看到第5个点吼，就是弄到这个红的这个部分吼，是9点28啦吼，这个45秒。5个这个部分吼，列车咱头拄讲到头对头啦吼，那么看到讲弄到后的这个1点1秒啦吼，9点28 46秒6啦吼，咱讲列车冲撞到这个大清水崩坑的这个北口东边吼，差不多0.5秒 ATP 吼尾手这个121公里啦吼，所以咱头拄讲到真济啦吼，讲到过去的案例吼，这个普悠玛这个部分，咱讲代替吼下责任吼这个吼司机员啊，即阵吼。咱看到吼，有人讲啊，你就是全部的部分拢撒互咱讲吼，这个工程这个异常就好啦吼。啊，代替嘛一寡吼文件，也是讲吼咱的这个对话记录留出来，咱搁申请到这个主任啦吼。这个下责任的这个部分，你安怎看咧？下责任的部分，我感觉伊昨像咱云南会虽然讲迄是检调正在咧调查嘛，啊，事实上嘛是因有分工啦。啊，毋过。你代替咱拄仔讲的，你的客户处内底已经有要求厂商甲甘做的厂商爱去注意这工地啥物代志。啊，毋过因敢有注意到，无注意到。你代替敢拢无人伫现场过嘛？这个时间过程遐尼长，你代替只要有时间的时阵，你嘛是拢会派人去嘛。所以才会迄天会发生讲迄个利益上靠咱。花莲甘务端迄个主任的电话代志嘛，所以你代替一定有人伫现场咧看头看尾。啊，毋过为虾米这无做的代志，拢无人发现？啊，伊爱到发生事故才来想讲要检讨。我感觉这是规个代替的规个组织文化吼。真正是出一个足大的问题啦。是啦吼，这个组织文化这个部分啊，咱们看到讲，这个蔡总统今日这民进党的中常会嘛发言啊吼，表示讲爱展现着改革台铁的决心，先做来听。改革台铁势在必行。这几天社会针对台铁改革已经有很多的想法跟意见，包括台铁未来的经营的模式是否要公式化的问题。台铁有沉重的历史包袱和财务的压力，它也肩负着许多政策责任和社会责任，确实需要改革。我相信每一个台湾人都希望台铁可以更安全、更有效率。这的确是台铁的责任，当然也是政府的责任。我想代替改革吼，是毋那是这个代替的责任，政府嘛有责任吼。咱们看到讲，即阵交通部要求代替进行5项的这个改善措施啦吼。咱讲看到第一项就是讲要求代替爱全面清查排除这个铁轨路沿线吼，是毋是还搁咧施做这个工程，是毋是还搁有这个人员吼、机具吼会入侵着咱讲铁轨路，造成着危害列车吼、行车这个运转的这个风险吼，嘛严格要求讲这个工地人员吼，甲这个工程车辆的这个管理吼，包含着人员工作前的这危害通知也好，啊时间进行车辆停的这个位置也好吼，啊人员你要出入嘛进行一个管制落实啦吼。真正
这回若是有好好落实，也是讲这个李义雄有看到咱讲代替传互伊的这个 line， 讲4月初下晡开始，甲4月初6，就是爱停工。然后看到这个部分，也是讲规个咱讲整体，伊若是有认捌到这个是毋是代志，都拢未发生啊？咱继续请教理事长。当然，即摆讲因为你休困休困内底时间遐个人本来就较少啦，就敢若迄几个人，迄几个人主要讲伊个。咱讲的伊个紧急意识甲伊个反应无遐紧的时阵你拄若讲现场正讲有干做的人伫个时阵无定迄当阵可能有一寡代志讲，伊正讲练落的时阵咱嘛是爱做啥物措施，还是讲伊即马讲正讲练落，伊通报的时阵咱当然咱嘛爱看后壁咱的调查，伊通报伊是安怎通报的方式，伊主要讲通报讲我车已经练落轨道是毋爱紧叫人。遐爱甲联络司机员爱停车。伊虽然无安尼讲紧急，甲讲过很明确咱的事故会发生的状况。有当时咱你报警的时阵，你无讲清楚的时阵，讲安尼我出代志啊，什么代志拢无讲清楚的时阵，有当时咱即马代替讲我来现场看卖者，现场看卖时，咱讲即个时间就袂符。是，所以讲咱讲假日施工的时阵，咱一般的咱的施工的工序就是讲，你要假日施工。你本来爱报备啦，因为咱即摆劳基法是最严格的你即摆讲，你即摆咱讲做5工，你当然爱休困。你要做咱假日施工的这个代志，其实是爱先报备啦。这到底有报备啊？无报备，有人是唔知影，唔知影，这爱甲一寡小寡咱的一寡的施工日志伊个报备的制度的部分迄个物件我爱去看。是，我讲即摆咱即摆假日发生这么大的事情，我拢工地嘛无啥物人。就是遮个人伫遐舞来舞去唔知影讲迄个紧急的应变措施。是啦咱个回过头来讲到这个边坎的这个管理啦咱有个人讨论讲现在代替都无像高铁安尼，有一寡这个边坎的这个预警的这个设备也好啦但是这其实牵涉着讲到底咱讲这嘛是咱讲边坎管理安全因讲这是6档的这个计划这都无实是安怎咧？这嘛是安尼，咱高铁甲一般咱捷运系统其实咱讲的伊是属于 A 级的路权，因为 A 级路权是讲咱完全线咱全部爱阻隔的。OK， 不过咱代替咱有全台湾有1000几公里，那1000几公里，伊即马就说足侪所在拢有一寡平交道啦。各个地方你人要行过，有咱知影，咱定来去铁路边你只讲人要行过拢会使咱无全线来甲做阻隔的所以这是代替内底伊本来在1000多公里的情况下，伊本来是甲高铁、甲捷运，伊本来有一些比较危险度各方面因子较无共的所在啦当然这是毋是讲代替爱去讲爱开这个钱我是讲发生这个代志可能爱去思考就是讲，什么路段你可能爱规个爱甲扎起来。是你个防撞迄个措施，还是讲迄个咱讲迄个义务入侵迄个部分伊嘛是爱看讲。咱的施工区域较危险的所在，或地质敏感区，还是讲在平交道，该做的，咱即马爱做的，紧甲设起来。是，唔较讲即马代替就讲，要针对伊目前拢咧施工的区域，伊拢赶快爱去检视，讲有啥物是不是跟这一次的状况赶快的所在。是。所以这下届我想讲这代替部分，爱整个沿线来去看。规沿线拢爱去看，套牢来检视一遍第二，咱嘛讲到这个交通部嘛要求代替就是讲这个沿线4颗链灯拢咧施工的这个计划咱讲这个风险的管理啦真正爱好好来注意，尤其咱讲这回就是风险管理失灵咱继续搁请教这个罗理事啦这个失灵的这个所在，搁有啥物所在会当互代替一寡建议无？我感觉因为刚才阮理事长讲到，就是讲，铁路的问题啦因为第一路线长过来就是讲伊有历史较长久的问题甚至讲有足侪嘛是伊甲一般高铁迄个铁路路线伊迄个关限全线无啥共款的问题，拢有遮历史工业的共同性问题一般来讲，我是感觉讲未来啦，真正若要针对这个铁路沿线一寡安全的预警系统还是讲安全通报，我感觉会当做2个部分，一个是讲第一期的部分第一期就是讲铁路局就伊周边专线周边只要有咧工程咧施工过程的这个物件，这个工区的资讯啦
会当去会诊起来， OK， 互司机员会当了解吼，就像咱一般咧白面咧赛车共款，你知影你到头前一个工区，你落速度先行较慢的一个吼。啊，这是一个至少短期高不离三种的一个做法啦吼。啊，当然长期来讲，就是讲比照吼，还是讲思考像高铁共款的讲义务入侵的机制吼去做。啊，当然义务入侵这个物件讲简单做，其实有一寡困难，因为伫咧技术上吼。阮之前嘛听讲有人讲用红外线去做侦测，毋过红外线吼有当时比如讲一只鸟飞过就哔哔叫啊吼，所以这个飞车就动点嘛吼。所以其一般来讲是比较建议的，讲用比较高科技的叫 AI 人工技术哦，去资讯判读讲，你今仔这个铁路吼造业的这个物件，到底有法度会去影响到你今仔铁路行驶跟营运无？若是当然就是爱通知迄个司机员吼，去做落来去处理吼。啊，若是袂，就是讲障碍排除啊。吼，我当然这个物件是要开足侪时间搁经验吼，一个代价啦。啊，当然因为即届发生遮尔济，互我互大家遮尔艰苦的代志，其实我感觉，若真正未来要去思考的时阵，这会当做一届来做完全面的伊个检讨。是啦吼，全面爱来检讨啦吼。有人就讲吼，爱参考亲像这个台湾高铁吼，咧建立讲灾害预警的这个系统啦吼。咱讲到这个边卡，或者是讲地形条件，还是讲这个设备吼，咱这个坎卡较这个厝顶档这个侦测器啦吼。啊，若是讲有这个落石侦测器吼，入侵这个侦测器顶这个部分吼，咱么看来讲高铁应用到即阵会当成功发挥着灾害预警的这个作用吼，真正有效来确保着行车安全吼。虽然咱头拄仔讲到高铁是 A 级的吼，会当全面来去主动。啊，咱看到讲，因为咱的这个铁路吼，全台有拢有啦吼，1000多公里，所以要做起来吼，其实有伊个困难性，但是有必要嘛是爱来去做啦吼。另外，咱个回过头来讲着吼，即阵吼检警吼，搁咧调查的这个所在，抑搁有啥物吼？针对吼检调，抑搁咧厘清的这个部分吼，咱头拄仔吼，咱过去嘛有咧讨论过，营造甲监造拢有问题吼。监造单位是联合大地吼，这个工程顾问公司。另外，施工的这个厂商啦吼是东新这个营造公司啦吼，这个前董事长杨金龙啦吼。另外，这个丰盛土木实际负责人吼，是毋是有牵涉到这个招牌参与围标的这个部分嘛？要去做一寡这个调查。另外，工地主任就是李尚啦吼，伊嘛是这个议定营造的这个负责人吼。另外，咱讲以上讲社负责人吼，违反着政府采买法，判刑6个月。另外，议定营造吼，假造这个吼工程的这个相片嘛是判6个月啦吼。啊，李尚是毋是违法兼任这个工地这个主任？可能这个答案吼应该是真明朗啦吼。另外，这个议定营造向这个动心吼来去照牌标案吼，其实这有当时啊嘛是讲着吼工程界吼，安尼照来照去一寡吼这个片段啦吼，继续搁请教这个罗主任啦吼。咱来安怎看讲吼，这回吼有人讲这个照牌标案这个部分安怎该断掉哩咧？照牌标案这件代志吼，其实伫咱大细细公共工程吼，拢时常有听到啦。啊，真仔就是看，拢欠一寡证据讲来证明讲啊，这是照牌，还是无照牌。是。啊，这其实就嘛都牵涉到咱的公司法吼，其实你甲规定讲，这间公司，你比如讲咱若直接去你网络顶观查，你甲查会到讲这间公司的董事长、董事、干事是啥，你看袂到伊的股东。啊，所以遮尔无透明的情形下，伊若是无老实来讲，我是股东，还是我找人头来做股东，这拢是爱去调查了解了解。所以检调真仔嘛是咧调查这个内容啦。啊，你讲。要安怎来去解决讲这个照牌的代志哦？咱的进前第9届的时阵，我伫迄阵也伫国昌委员的办公室嘛，我有提过迄政府采购法的修法，是内底阮就有将一条，伊就讲你只要有照牌的记录的，也是你有遮个公安啊、劳安事故的遮个记录的，吼。你就是永远拢袂用倒来参加咱的政府的标案。你爱互伊讲伊变做伊爱去照牌的成本愈悬，提悬吼。嘿，伊才有法度来去减少。咱有今日我嘛有看到一篇报道，伊讲为虾米像咱台积电，还是咱一寡民间的工程，你讲要照牌
来标是足困难的，因为伊就是从迄个你只要有互我发现过，你有啥物前科无，也是进前有啥物无好的代志，我就是互你袂入来。是。啊，互你要搁去照牌，迄个门槛都愈来愈悬，愈来愈悬，你才有法度互伊讲，即个代志彻底的消失啊。啊，无你像我伫立法院，阮一寡人私底下咧拢咧讨论，真正是照牌情形，基本上是拢要真济。是。所以，我嘛才要求代替，阮昨昏党团有开一个记者会，委员有要求代替讲，你爱专门去查，是。哦，工程会啦，若是交通部代替，你爱全部去查。咱代替到底有偌济工程是人照牌来？因为像咱为伫这告示牌的遮明显的代志啊，拢共一个人。系啊，拢共一个人，电话嘛拢共一个，你卡一个，就知影啊。啊，你的这个资料库查一下，你嘛知影李义祥这个人是谁啊？是。伊也毋是讲毋捌去标过你的工程啊，对无？啊，你若会讲即仔迄天交通部的次长。讲伊唔知影，啊唔知影即个代志都是伊个闯过三关，是，吼代替啊甘蔗，联合大地啊都有迄个另外一个咧签约的时阵，拢无发现，我感觉是足离谱的啦。有影安尼连过三关吼，所以真正吼，咱讲啊，伫咧代替吼把关者真正嘛袂当下责任吼，所以咱看到讲哦，虽然咱讲联合大地吼是这个甘蔗单位吼，但是煞伫咧工地唔知影算半项啦吼。另外咱讲吼，遮尔款吼，这个过去歹记录的这个厂商为虾米处掉这个大量的这个标案吼？另外吼，这个咱阁继续请教曾理事长啦吼，咱讲的吼。这个照牌这个标案吼，咱嘛讲着吼，这个李义祥，这个资本业敢若200万吼，会使去标这款遮尔大这个案件，其实就是这个咱讲吼一关维护一关吼，但是要安怎吼压制掉这款的这个乱象呢？即马其实主要讲以这个案，伊得标的其实是东兴营造，好，其实毋是咱讲的这个义祥工业社，就是伊发。所以即马哈，咱即马咧投标的时阵，其实伊一寡资料一定嘛是拢是东兴营造公司的一寡资料，好，伊哩不管是咱讲的投标阶段，伊这的证明文件，伊无可能讲一概证明文件伊的资格都不符啊，伊一定啥物物件一定拢准备好100%会使来投标。是啊，咱即摆的采购法哈，其实即摆是做甲真好哈，无怪咱讲上网公开招标，还是讲咱阁有迄个所谓的采购人员的训练哦，伊咧公务人员都有采购人员训练。所以你备标还是讲，咱的得标过程中，迄个备标资料，按那审视哈，其实迄种就完全啦。是，即摆是讲，是毋是够咱即摆这哈，咱讲的常进人，就是讲，明明是咱这个东西营造公司来去，伊的一寡资格啥拢无问题。啊，不过这个实际你做的时阵是咱的这个咱讲的义祥工业社，啊伊敢若资本额敢若200万，安尼来去做，这就是要去回到讲哈。咱实际上，咱得标完成之后，咱都要讲，咱有就这迄个协议组织跟迄个分包商的制度哈，专业分包还是讲主要包商，主要包商一定是东兴营造，是啊，伊有一寡专业工程项目，也使去叫专业分包商来做，啊，甲这伊本身伊的契约关系哈，啊个你去发现讲，啊奇怪，我本来爱做这个边坡防护工程，这个主要工项。结果我即马去施工者的内头，嘛是拢是咱这个义祥工业社的人的时阵，迄再去查，讲义祥工业社伊的工人还是有投保劳保遐的物件哈，是毋是拢共一班人？主要讲共一班人的时阵，迄就是咱知影讲啊，这可能是东兴营造虽然去摕这个标，不过后壁施工者是啥？是后壁这个义祥工业社的人。所以哈，咱投标阶段其实迄当阵无法度发觉。哈，拢伊的资料拢足完备。毋过咱即马后壁一寡迄个咱的施工厂商啦，遮入来遮物件的资格的认定哈，啊劳健保的遮劳保的情况哈，迄当阵就爱去一个层层去把关啦，去对。虽然讲有对起来讲哇，啊这啊那遮的人拢是你遮的人的时阵啊，安尼有构成咱讲的迄个可能照牌啦，啊无就是转包，哈，规个拢转出去。好，安尼对咱的施工的迄个风险甲迄个品质，施工的安全风险甲品质，咱就是堪虑。所以这部分可能，咱比较咱讲的山区，因为山区本来是
咱去标的人本来就少，哈啊去标的人去少，伊的品质各方面不，咱也无可能咱市区咱一寡案件就侪人来标的，迄素质就最好的。是，啊，所以咱这用最低价的方式来得标的方式哈，当然咱嘛爱去思考较复杂的工程，还是讲咱这哈有咱讲伊危害度较悬的这个工程，咱是不是考虑用有利标？是啊，虽然讲不是最大的案，咱用最低标，可能代志。才敢有出代志嘛，较袂遐济代志。如果较复杂的，其实会使想讲是用最有利标。啊，最有利标的情况下，咱的施工厂商伊用最有利标，伊会使甲你报告，伊遮的这个施工的安全度、危害啊，伊要怎做，你会使讲哇，这个人、这个厂商做较好的时阵，咱就会使得标。是，好，所以讲最低价有时候得到的品质就是最低的品质，啊，伊的施工安全风险就是最低的。施工安全风险，好，所以这也爱去思考。是，讲到这个标案这个部分啊，有人来讲啦吼，咱讲吼，真正若是用这个上低这个介绍，参像这个理事长讲啊，真正这个品质拢无真介好啦，尤其吼偷工减料嘛有吼，伊就是要写介绍。有诶讲吼，亲像咱讲以上这个部分，有诶嘛是无趁钱，但是伊嘛是要标，伫咧工程上有安尼案例无？有人讲啊，以案养案，咱工程就讲，我即马。因为我的人力市哈，是啊，我即马是无标这个案的时阵，我就话我的人了，我就差，我就倒啊。哦，所以有当时啊，我先甲标起来，标起来有当时啊，咱讲的，咱的一个公共工程，有时候还有所谓的预付款。哦，摕到伊个预付款，啊，有就是伊本来可能资金拢无够，伊要倒啊，啊，伊去摕一个案了预付款，就用这个案搁继续来养另外一个案。啊，这有时候咱讲的哈，就讲以案养案哈。是。啊，所以这些东西讲，咱还是回到制度面，咱来去看讲什么样的大型的工程，如果一架杠就复杂的，啊，伊的安全度爱特别较小心的部分啊，其实是人都爱想看卖讲，爱用什么样的采购方式，对，不管是对咱的施工品质啊，对人民的安全也有保障啊，所以这部分其实采购法来对。本来也可以用有利标，所以这个也是可以层层去选择。OK， 好，是。咱继续请教大律师啦吼，咱若讲到吼，有诶人讲吼，这个监造也好啦，是讲吼啊，这个监督的一部分，这个吼，咱讲啊失灵啊吼，啊这个失灵的部分，有人讲吼，那是依照吼其他的这个国外这个公司，也是讲吼这个顾问公司，也是讲啊真正吼入来做一寡这个监督，敢有可能吼，就是讲卖吼，咱讲吼安尼一个发包出去，无一个吼源头去做对查啦，你安怎看咧？这个以这个代志来讲啦，其实监造单位因为过程内底到底有发生过去要求讲，即届工地吼，因为拄到清明，大家拢放假拢返去厝啦吼。那以一般吼工程的规矩来讲吼，比如讲过年节啊吼，咱旧年咧过年的时阵吼，伊多数的人吼。拢是爱返去厝内底会休困啦，所以工地一定都是无人吼。啊，伊公共工程的规定内底吼，其实有足严格的规定来讲，你只要伫咧要停止施工过程内底吼，你简单讲叫工区封闭啦吼。啊，像咱要封闭就是讲，因为大家拢要返去厝内底休困，还是讲放假，所以工地一定无人。伫咧无人的进程内底咧，伊这必要过程吼，要一个封闭进程，一定要求吼，主办机关就要求讲，你监造单位、施工单位吼，啊，佫有像即个案件内底，佫有一个叫专案管理的公司啦吼。这规个单位拢爱伫咧现场内底，确实去检查讲啥物。工区内底迄个围篱有好做好无？门有关好无？吼，安全警示措施有做好无？吼，啊，伫这过程内底拢检查完了后，有一寡的记录吼留起来，吼，记起来了后再来讲哦，即个伫咧放假进程的即个工区的状况是安怎？吼，放假了后，咱过来看工区的状况有啥物无共款无？吼，这就是一个过程内底啦，吼，啊，伊政府的规定内底，其实遮拢是少明确嘛，少实在的啦，吼。啊，只是讲啥啊发生到即个代志啊，大家会去想着讲啊，你即个监造单位到底过程内底吼，比如即个当事人，啥拢会当家己有锁匙，会当入去甲拍开吼，啊，搁火车当驶入吼，这当然就牵涉到工地管理的问题啊啦吼。这是毋是讲今日才安尼做，还是讲进程其实都已经拢大概安尼咯，大家拢反正清彩彩。伊就讲吼，这个差不多要做6档啊吼，要结束啊，所以会当安尼清彩做，要赶工为着讲。避免这个代替可能会
真大这个罚金哈，无想着讲出代志安尼。啊，所以这当然就是讲工地管理的问题，这嘛是伫个过程后伫事后啦吼。我相信这调查过程内底，这嘛是攞会当提出来做检讨啦。是。啊，当然你讲除非除了这啥物工地这个有提锁匙无提锁匙的问题了后，规个工地伫咧时间过程内底有确实去依照伊当初的迄个设计吼。啊，佫有工程的迄个契约书的相关的规定去做无，这是当然嘛是未来吼爱去讲清楚，佫调查清楚的所在。是啦吼，啊，咱佫讲到这个合约的这个部分吼，其实咱看到讲吼，真正是毋是为着要赶讲吼，卖互这个代替罚这尔济钱，啊，偷伫这清明这个时间吼来去做施工啦吼，咱继续佫请教罗主任吼，咱讲这个合约的这个部分到底对代替是较有利，还是讲对这个吼承包商较不利啦吼？但是咱嘛看到讲吼，一直咧延啦吼。本地伫今年1月都在完工吼，延到即阵啦吼，你安怎看咧？伊代替互伊第一届延到讲3月的时阵嘛，啊第二届讲延啊即个月4月底，伊原本是1月就爱完工的一个工程，啊，就阮了解，伊代替会答应互伊延是因为讲，因为遮的迄个伊爱时常施工会拄着一寡假日，哦，啊所以。施工的工数无够的时阵，伊需要倒去延期。是。那你若讲代替，是毋是有去要求讲伊爱赶工？咱有看到网络顶悬有另外一个告示牌的图，伊顶悬就有写讲，吼要求厂商爱去检讨为虾米伊延期即件代志。啊，伫代替内部，伊一定嘛是有开会去检讨，所以规个即仔咱。运安会伊的调查的方向啦，咱即仔确定讲，咱的车甲司机无问题，是，倒来就是驾驶代替伫即规个工程内底，吼，包括这厂商伊规个施工安全管理的问题，因嘛是会落去调查，这是一个足大的重点啦。所以，就像咱拄仔理事讲的，伊是家己有锁匙，等于将个工地铁门安尼开入去，也是你会像讲。咱像日本伊一寡工地，你要入去，伊拢爱看你的证件啥，有专门一个咧顾的人伫遐咧顾，毋是讲你凊彩人，你就算讲你是工头，你要入去，你嘛爱看你是毋是伫你原本的施工的时间，伊才要放你入去嘛。啊，你伫台湾变做，因为可能伊家己利益上伊就有锁匙，就家己安尼开就入去啊。所以这规个施工的安全、一个管理的问题吼，拢是足重要的，嘛是拢爱检讨的。是。规个整盘吼，拢爱好好来做一回这个检视啦吼。所以咱嘛看到讲吼，这回吼，这是这立法院吼，这个章吼，民众党的这个提案吼，讲提出着代替工程发包流程吼，甲施工监督管理的这个改善计划吼，啊嘛要监控这个承包商吼评鉴的这个流程甲记录吼。另外嘛要提倡着这个施工的这个防灾计划书甲交通维持计划书的这个审查吼。其实这两点非常的这个重要吼，就是咱讲吼，这回若是讲吼有这个吼计划，还是讲交通维持这个边坎本地，咱讲吼这个明磅坑甲这个吼，这个咱讲西边这条路啦吼，咧也佫有一个便道啦吼，啊但是便道边啊，咱就讲无维持什么款的这个护栏也好吼，等等这部分。那受这个交通维持的这个计划，真正物件拢甲扎起来，其实都袂出这么大的代志啊吧？咱继续请教理事长。其实咱讲的施工防灾计划书，甲咱讲的交通的迄个维持计划书哈，一般咱讲的交通维持计划书你讲啥？比方说咱讲在重要变道，咱咧施工的时阵，咱会甲交通的流量会影响，所以咱看安那分流，免啊做迄个整个咱忽然间缩减哈，咱有一寡迄个措施。是。啊，伊即个咱即摆即个工地哈，其实伊要做交通维持计划书，伊遐本来就无啥物车咧行，所以伊的重点毋是你交通维持计划书。当然，咱即摆对重要工程的交通维持计划书的审查，迄嘛最重要。即摆主要是针对迄个施工防灾的计划书，因为即摆是安尼，高铁咱拄仔讲的高铁甲捷运，哈，不管是伊个路权的防护各方面都很完整。伊针对这个施工防灾计划书哈，其实规定嘛就严谨。是，就是讲你怎啊讲咱附近哈，距离多少的距离，咱有禁建区，咱有限建区，哈。怎啊讲你即马有啥物工程要甲你做的进限建区的时阵，伊就严格的讲，哇，你这爱上。
所谓的那个设计的影响评估，除了设计的时阵，你爱安全影响评估之外，我爱送一个叫做施工的计划书，而且这种爱红啥有技术工会去做第三人的所谓的心渣，所以迄就是回到咱今嘛讲的第三人的心渣。其实咱铁路的进线件办法本来代替伊嘛有，是。不过因即卖心渣的部分可能是内部因心渣了，可能设计遐心渣就河背就来做啊。伊较无像讲咱高铁甲捷运，哈，遐严格要求讲一定爱上第三单位，啊，即卖送第三单位，伊就是一些专家学者来甲你看，你这时间哈，是不是会甲你影响咱的你的台铁轨道系统？你的开挖施工各方面会不会影响到安全？迄个踮这个心渣来做，啊，所以这后边部分代替啊，伊嘛会使思考，应该是讲爱去处理这个代志咯，爱依照咱的台铁进线件的办法的部分，就是爱做这个施工防灾计划书，是来审查啦。是，所以你头拄嘛讲到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这个第三单位这个审查，可能这阵都有必要吼。过去人拢讲啊，代替的物件拢无互这个外口审过吼，所以这阵应该是有必要。会使，嘿，我甲讲，因为高铁嘛是安尼做，啊，咱捷运嘛安尼做，啊，咱代替即马哈。这个更加复杂的时阵哈，其实嘛是会使来，应该来做。是啦，吼，咱个请这个理事甲咱补充，若是讲吼，真正第三方来做审查的时阵，代替的面对什么款的这个挑战无？当然，因为我头讲过，讲因为铁路吼，可能长久有历史的一寡限制啦，所以变做讲有诶可能有因为高不离三种的苦衷，所以讲袂出来。这个门户真深啦吼，各部门只是讲因为以这个个案来讲吼，因为工程单位嘛是代替 ，OK， 啊，营运单位嘛是代替，其实是倒手假手的问题啦，拢是铁路局家己本身爱去面对的问题啦吼。啊，当然，像我迄个时间过程进程吼，爱有一个时间计划书去做一个审查吼，其实伊主要目的就是讲要求这个时间的迄个厂商伫咧事前吼，先了解讲你这个工区未来，你可能会当会面对到一寡较风险较悬的一寡作业迄个问题啦，吼，比如讲人的落外，还是讲车的落外即款问题吼。啊，当然咱是即个事件去颠倒转去看伊的代志啦，只是讲你若讲未来要做的时阵，做了更较好，就是讲你伫事前你就先甲做好遮个规划啦，甲迄个施工过程内底高风险工项吼去做一个完整的一个评估。啊，一般内底计划书内底其实拢会去要求即个代志啦吼。啊，比如讲像高架桥，你边仔一个咧起厝的时阵，其实咧审查过程内底高铁局啊是讲高铁公司一直甲你讲一句话吼。你只要时间过程内底有一个物件落回我的轨道内底，伊会甲你发讲，即个内底你要赔偌济钱，吼，这因为终止营运的损失嘛，吼，光这个没有造成人命的问题，它就会先有一些很明确的一寡赔偿的问题啊，所以当然这未来代替来让去思考啦，就是讲，这毋是讲家强害，是讲保障大家咧行的迄个安全，吼。这是阮感觉讲未来咱搁强化的部分。是，就是这个第三单位这个审查吼，所以有人嘛咧讲吼，唔免行到公司化这步，先会当做的就是吼第三单位这个审查这个部分吼，嘛有人吼这阵工会跳出来讲啥，讲吼这个政府这阵帮这个公司化是这个法人化这款步数吼，是讲要延伸吼这个这个责任的这个部分吼，上尾能够请教主任你安怎看咧？就像我拄仔讲的，伊代替甲厂商的契约内底吼，拢有遮个行车安全规范，吼，都有伊的一寡施工规范，比如讲，伊只要有车入去，有大台车入去，伊咧吊锯咧施工的时阵，要有几个人伫边仔咧看啥。其实伊契约内底拢有规定，啊，问题是有做到无？是，有人有去检查过，检查厂商有做到无？伫即个时间过程遐尼久。毋是讲一工两工，伊是已经时间当外的代志啊。伊每一届做这个代志的时阵，敢有去做这个按照这个规定去做。阮真正是甲代替讨施工日志，要来看，等摕到的时阵来看因到底是安怎做啦。啊，毋过就为这个事件来看，你会感觉讲，一定是做这代志该做的，因拢想讲啊。也贪图方便就好啊，反正只是咱安尼调的时啊尔，就安尼的事故就发生啊。做这时阵，这个事故就是拢伫这个
咱的一寡失觉差的时阵发生的。啊，所以我感觉代替伫这个部分，就是拢爱真正爱有迄个魄力，爱去一个检查，一个去改啦。是啦吼，所以咱看到讲吼，所有的这失觉差吼，造成着这回50人的这个死亡吼，那么希望吼以后这款的这代志莫阁发生啊吼。所以咱讲吼，建立着吼代替有一寡这个安全的这个意识啦吼。另外，今日3位来宾嘛有讲到吼，第3单位这个审查可能是代替未来会去面对，一定爱来做的吼。虽然吼，咱讲即阵代替甲这个方向拢带伫这个这个工程以上这个部分吼，但是其他过去你无做到的这个所在，是毋是会当透过这回这个吼检讨总检讨啦吼？过去已经总体检一届吼，这回唔通阁干那总体检尔吼，规盘拢爱好好来阁并一遍吼。那么讲到吼，这回吼是真好代替长久的这个一个机会吼，但是代替有幅度落实落去吼，嘛是爱真侪人吼，真侪功夫继续来去个监督吼。那么讲到这个工会即阵，嘛会来好好啊监督因啦吼。但是咱嘛看到讲，好好的这个吼交通部啦吼，嘛是爱整盘来去做一寡吼。另外，这个思考方向，今日非常感谢3位来宾，嘛感谢乡亲好朋友收看，咱明仔载再会，感谢，多谢。